后来洪叫做是花莲王的无党籍的立委鲍坤基被指控1997年炒股票这件官司判20多年了，将最高法院驳回上诉，判刑2年10个月，确定月底进前爱入去关。不过因为无来抵夺公权，所以唔免过来补选。鲍坤基痛啊代职入监狱，薪水嘛未受到影响。鲍坤基特别开记者会，向支持者鞠躬道歉，讲伊袂去互拍败，要为花莲人重新来做志工。鲍坤基最后过来发一句话，讲韩国瑜，你家己加油，我无法度陪你了，然后快速离开。今天法院做这样的一个裁定，我们还是尊重，也会面对。无党籍立委鲍坤基离立法院议场大门进前讲，尊重法院的判决，但是非常遗憾。人叫伊花莲王，面对官司超过20年的开除炒股案，去用判2年10个月有期徒刑，确定月底进前就会去用关起来。鲍坤基伊讲，希望政治的代志唔通搁高甜落去，又搁讲鲍坤基袂去用拍败，对乡亲的服务嘛继续落去，一世人拢会做花莲人的志工。我都会坦然来面对。好，我也会走出阴霾。再一次对所有关心我的花莲乡亲，全国长期在支持我的所有的好朋友，还有我的家人，深深的来表达歉意。我感谢你们，也向你表达歉意。原有一个局讲，鲍坤基强调去用关起来了后，袂搁领立委的薪水，但是伊搁讲一句话：韩国瑜，你自己加油，我没有办法陪你了，谢谢。这句话引起记者的追问，是不是因为支持韩国瑜去用政治迫害？鲍坤基伊无回答，赶紧就离开。